上海喺中国商业的体态上，美中国现代化升级嘅一个地方，也比如动态市场，故所就想到全世界目光就来到亚威，一摆就到亚多变的设备用场，就天天啊阿上古来去拜访带地亚威的乡亲了。上海 ，Let's go！ 19世纪嘅上海，因为南京条约开港通商，变做係中国轻国际化嘅都市。国中有国嘅租界区，除睇留下袅袅嘅外国风情，也变做係中国现代化嘅关键。1990年代，中国开放市场，全世界嘅资金又再个流向一只城市。10年之间，上海就变做係世界嘅第一大港，涵盖大家注意嘅市场所在。上海又为老乡亲搞这出用万人的故事嘞。唐太哥啊，太叔你好，我系阿祥姑，我是阿祥，你好。哦，今日冬夜了哈，嘿啊，讲日头安泰，嘿啊，讲今日就37度嘞37度，对啊。大家安尼行下过来噶吼，看到安尼东都，也比东都的韩国诗、韩国的招牌吼，也比迄只什么样的地区哈？哦，两位是喺上海嗰種嘅闵行區啦，吼。闵行區其實是差唔多種嗰啲台北咧板橋韓國嗰種嘅中永和啊，吼。其實闵行較大啦，其實差唔多有200-300萬人啦。200-300萬東都人啊？係啊，是講日本來有冇？佢只出嚟後邊全部韓國人啊，兩位按個上海嘅韓國村啊。故所以啊，聽下東都安尼韓國的店誒，應該很有種異國風情，大家週末都會來這邊逛。喺上海西南片嘅闵行區，係台灣韓國人始終嘅主要地區。也竟然因為韓劇嘅流行，本元旦搶係韓商始終嘅風情節，就變做係上海黑韓族嘅朝聖地。短短嘅街路，咖啡館、泡肉店萬乃就係韓國超市、韓式料理，接就排當多人。彭太哥做乜嘅會選擇喺啲呀咧？等佢慢慢地來講。唐太公係點？唔開始來家，當初係唔咩做巡行嘅係冇？將過來太中咩喺公司派過來，家下係做嗰種嘅咩天子公司做啦，哦，家下是派過來上海那位負責係嗰種嘅上海那位政府啦。拄到嗰金融風暴嗰，然後係上海辦公室，我轉變到係廣州廠。冇試過我是係係去轉台灣，嗰轉台灣有可能來到呢幾年啦，嗬，你要按說嘅。市場去到，我哋老外本用產上好，可能留下來發展會較好。我都好想，我喺台灣開呢嗰種嘅火烤兩車，一邊吃燒烤，一邊吃火鍋，態度也會講少。那時我都去到喺商機，都好有幾隻成功嘅經驗做嚟借鑑嘛。個結果我是老外本用產上，嗰模式啲老外喺台灣嗰 copy 過來，就呢會上去移植過來做。像剛才大哥他有提到說，他有這個想法，想要做這個生意。你那時候的想法是什麼？我那個時候也還蠻支持的，因為我本身在大學在這裡面4年，然後在這邊就生活這麼久，對整個上海的了解比較多。剛好我看到這邊的餐廳啊，有些服務啊，沒到位的也很多，然後我覺得發展機會很大，所以我也蠻支持的。所以已經有一個想法，還有。太叔都要當一個軍師，用呢秋拳燒烤較集中，還有呢秋拳還有燒烤一條街咧，本來就幾天是開到個燒烤一條街嗰邊。帶我去看看啦，好嘛？你睇講做咩冇買嘢冇買鬧嘢，按掉啦，按上來上海冇係突然去秋拳聊下，秋拳就加個七寶古鎮，而家咩千有名嘅位所。我啲睇佢。做運動阿薩利嘅彭義峰太哥係勇武嘅客家人。甲本陽係吉林省人，2、3人喺上海認識結婚，2009年也就決定我哋上班族轉行去創業，因為考慮到市場經濟嘅效益，還有本陽係朝鮮創人會講韓文，故所就決定我哋韓國泡肉一條街去開泡肉店。今輩大幫彭大哥有限，我帶安尼條去離韓國街唔是20分鐘嘅七寶古鎮，體驗頭擺嘅水鄉風情了。也就係七寶嘅老街咩？嗬。係啊，你做得簡單嘅介紹一下這個古鎮嘛。哦，好啊。現實是講到乜嘅？新年嘅上海是看到嗰種嘅浦東嗰邊咧。新年看浦東。白年所以看上海外灘。係。
个前沿的上海，所以看到了位七宝古镇。哦看嘿啊，像戏剧头摆，讲嘛个丁家庄，丁家庄这还整个七宝古镇，看那建筑物是创的，是讲你讲像个来明清时代的建筑啊，嘿啊，青岛那种的历史的古韵这样子，嘿啊，像我哋平常时啊，兴趣是迄单位一位做学下，单位行下，嘿。像我们带来了亚给黑青牛苗诶，当地的小吃，嘿嘛。嘿，那位是七宝那古镇那位嘛，那健身青牛苗诶，百年汤包馆诶，真给那100年还有。嘿啊，是头摆是开始做那来啦，是拿那小笼包诶嘛，那小笼包跟汤无按多，那位汤好多。要当中较细粒吼。嘿，而家全部洗好，然后汤挤出来，嘿。它的汁很多哦，可以吞咽大概2口的汤汁进去。那是家叫特色哦，讲跟汤啊多，跟汤有按多，什么是汤？有点甜绵，很明显，本来它那个鲜美的味道。好，跟你这样算是做功课吗？去识配你的东西，看嘛看东西后生。哦，会哦，内头像我手拳有辛苦的全部会去吃啊，因为你还有做了红啊，头摆是咩清好训练的啊，无好安泰口是敌的，系哇，是讲好训练的。人家得底哈做成糖啊，应该懂某行哦。那有没有时间可以就是正一腿吧，分不开你这样子？跟寒黑日天爱啦，像我哋是固定是讲寒暑假会全部转去去拜啦。公演啦是会出皮条转，哦，平常有行是来下神转，哦，不用皮条做，不用来不用在铺店。那大嫂呢？有去过台湾哪些地方？台湾啊，还有蛮多地方的啊。因为我之前在住2年啊，台北啊，反正基本上那个东部没去过，东部还没去过，没去过，花莲那边没去过，其他地方就是台南、高雄啊这种都有去过。泰國講開春堂雖然無限，不過還係為出限帶幾家人出去行聊聊。同樣每啲免行提嘅七寶古鎮，就係規往人親接去了嘅地方。一隻上台就有嘅古鎮，出體保有頭擺江南嘅樣嘅，小食行開係有名。故所有人講，羅鎮嘅名聲係本上海人說出來嘅。等下就會到小食嘅感受特別嘅上海小食文化。哎呀，是看的啊。老板娘你好，你们这里什么最有名啊？我们这个方糕是最有名的，这个方糕是最有名的我们七宝最有名的。这个颜色不同，一个是口味这个是不一样吗？黑米、糯米、紫米豆沙馅，这是麦青豆沙，这是南瓜豆沙，这是绿豆沙的。那个是南瓜对的，很香的，麦青的香味。有麦，你闻闻看，啊，有麦青的香味。有没有青草的味道？这样细只嘅就嘛，cái皮然后你硬半空咯。问题其他上海那边做到就嘛，它甜。啊，这里面包的是什么？豆沙馅。豆沙。你去吃看就空了嘛。先试试看啊。cái皮然后你嘅空了啦。咬到豆沙特别好吃。然后这里皮都非常的嫩，而且里面很扎实啊。啊，对，里面豆沙我们自己炒的。它真的有那个麦汁的香气在嘴里面会散开来。那大姐，你知不知道，像我们来这个七宝啊，它为什么叫做七宝啊？因为我们七宝有7个宝贝呀。 7个宝贝。啊，我们袋子上都显示的。我们1块神树，莲花金、飞来佛呢，这个金鸡啊，什么玉金鸡玉符，这是什么？什么来钟？啊，闪人一个钟叫什么钟啊？帕雷钟吗？帕雷钟。是头先看到嗰只哈狗嗰只哦，跟只喵啊，哦，不是在那边的。哎呀，这是真的不错的，是吧？挺好吃的。真的节日它是最丰收的，也就是清明节那个节日。像清明节，传统的味道，祭祖的。对呀，上粉啊什么都有。買班嘅阿姨講，江南地區當然搶名嘅時節，寫麥草落防防嘢就做得雜咧，就留糯米鄉下變做係上海人清好食嘅搶團。也南方爭有嘅好面是，咪係中國其他省份來嘅人客來到上海一定會食嘅美食。行過也細細嘅水鄉古鎮，真見會有一種純日歷史嘅感覺哦。那大嫂想要請教一下，您是哪里人啊？哦，我是吉林的人。吉林人。对对对。所以您是来上海是来工作还是来？是来这里的读大学的。大学时候就过来这边念书。对，都是一直在吉林那边念书。我是一直念朝鲜族的学校，然后来考大学才来上海的。所以朝鲜族的学校，它的用的语言是韩语吗？还是？对，是韩语。然后第一外语是加日语嘛。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学的，然后高考的时候也是，就是日语也有考，朝鲜语也有考，汉语也有考这样子。那你等于可以用3种语言。也可以这么说。哇，那等于是那边大家能力都蛮好的，这样等于大家都会3种语言。也不见得啊，因为学得好的才会有嘛，学得不好还是这样。那你觉得就是说，在上海念书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如果是说像将来小孩子想要就学，你会想要让他是未来都要在上海，还是说要在台湾？应该我们还是会打算回去台湾念书。对，目前的话应该还是会在上海，因为我们整个工作啊什么都在上海嘛，所以目前还是会在上海。跟台湾比，上海的那个读书这种环境竞争很厉害。其实很多不管是外地来的啊，国外来的，都是也算是稍微精英一点的人才留下来嘛，因为竞争太强，大人也是稍微有竞争力的才可以留下来嘛。跟台湾比起来比较竞争，是因为这边抓小朋友的功课抓得比较紧嘛，所以小学时候开始就是补习啊，各种补习啊，然后公立学校的老师那个盯功课盯得也很紧啊，所以就是这种压力比较大。对。弟弟你在看什么？双城记。你在看《双城记》？你几岁10岁。你10岁在看《双城记》，快厉害！这边的小朋友10岁在看狄更斯的，对不对？狄更斯的《双城记》，这可能是我大学才在念的书。你自己喜欢看吗？还是学校规定你看的？没有，学校没规定。你自己喜欢看这些课外读物？那如果问你说，你将来想要在上海这边念书，还是回去台湾那边念书，你要怎么选？哇，你回答好快哦！望大家哈，钱唔好做，请解付。你今年68条，其中今年来，还有拿20条为折价券，还不给打折哦。哎呀，打折后6间也是都必须有。那一张500多块台币而已哈。按用做什么？是无法度啊。还是回去台湾那边念书，你要怎么选？哇，你回答好快哦！为什么？因为台湾那里比较轻松快乐。比较快乐啊？在这边比较不快乐嘛？也不是。那怎么说？在台湾那里比较没有负担。比较没有负担，在这里负担太大了嘛？也不是，有一点。有一点。因为他们这边，我们这里是5年就要升初中，初中的话就要面临考试嘛，所以有些好的中学的话，他要看成绩，也有看证书，所以想压力很大的耶，所以有点压力。那像这样子，你会不会心疼小孩子？就是说，像这么高压的环境底下，他其实现在也才10岁、11岁，放学可能去跟小朋友玩啊，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有比较完整的一个童年。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给他补那么多，其实在这样环境下会有点心疼，还是怎么？会有一点啊，所以我才没有给他补很多，因为我们是这样算不是补很多的，不是补很多的啊。因为有些像他同学就是从早到晚都会有，像暑假你看他每天在玩啊。我自己大概国小4、5年级，可能放寒暑假都在田里面跟朋友在打棒球。对啊，就是很可惜他们没有那种。你是不是很向往这样的生活？比较向往。比较向往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放假可以跟朋友出去玩。他其实喜欢补习的，他像这次暑假，他要求我那个数学补习要加，他想每天补，因为他也有点好强嘛。但是那个补习怎么了？你要跟妈妈说什么？没有。但是那个一堂课250块人民币。一堂课1个小时吗？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250人民币。对啊，结果他跟我说要每天补啊，然后我说这个压力很大。轻振党激烈的上海，小人的学习压力唔係全對學校來嘅。出世喺大中國發展現代嘅小人呢，行開對輕振嘅社會氣氛度去學習。上海係中國輕國際化嘅都市，其中嘅各路嘅經營地啊，也每半夜嘅小人呢，愛放眼世界去規劃未來。睇所講，學得想象好讀書，冇啲要冇補習係少數人嘅社會氣氛度，應該要當辛苦哦。剛
结婚就住台湾的一结婚就过去住在杨梅吗？还是住在台北？富冈，杨梅的富冈。杨梅富冈。对。生活上还适应吗？到那边去。生活上，家里人对我还是蛮好的，但是整个台湾的社会环境，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对大陆人不是很友善，也不是很接受那种态度，所以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应该有稍微改善一些。现在改善很多了，我觉得这10年来改善很多。对。那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深刻啊！之前刚一去就学开车啊，然后就有一次考那个驾照嘛，考驾照先笔试的时候刚好认识了一个台湾那边的就小姑娘，大概10几，她也差不多18、20岁吧，18岁，刚开始就聊嘛，聊考试啊什么，聊有些有的没的，聊好以后呢，我们要去那个好像去杨梅那里要考路考的时候，然后她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要她带我去讲一讲，我讲到我是大陆人，结果。他就掉头就走了，就变脸啊，就变脸了，立刻掉头就走，真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就是真的是立刻就掉头就走了。所以你当下的感觉是觉得挺好笑，还是不是挺好笑？是蛮难过的，因为难过的吧？对，我是毕业以后也工作经验也很少嘛，才过去的。然后很多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不是很成熟，想的各方面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当下我也是很难过的。然后那种气都跟我老公发。回去跟老公。对啊，我也只能跟他抱怨啊。对。复杂嘅国出情节，还有媒体方当到假结婚嘅新闻，本位到爱交嚟台湾嘅劣批，受到当唔好嘅对待。睇所讲，無論喺上海也喺台灣，就會有安樣嘅情形。學得有老公做得談佢講心事，自家調整心態，也下兩下就決定轉到上海強行打拼。鴉片案的規條全部就會傳堂哦。係啊，那邊都韓街烤肉一條街咧。鴉片就會烤肉一條街。幾條街？你做我哋擼頭行到擼梅啊，差唔多有30人嘅。30人嘅？烤肉啲啊，全部就做烤肉嘅。本來條錢冇咁多嘅。前幾年啊，都你開咩6、7年嘅，真開咩是5、6間、7、8間嘅。哦，不每是前6年真開去韓劇好，所以他一間開到你下做個擼頭30人嘅。我唔帶眼耳看一下好。好啊，我來看下。你好。今天有老板Helga親自幫我料理，哎呦！繼續看下，客戶有買嘢。真嘅有較甜哦。那全部有較甜，因為家下台灣人全部是有講到較養生嘛，全部是個原味。cái肉切出來，因為買嘢是按來選。原味係啊，台灣較好食原味嘅。係啊。結果你位面下老闆嚟講，你要按糖嘅，冇買梅湯，是冇買意思。雙黃也是而且甜嘅，都是慢慢改，慢慢吃。改到了它適合了上海本地的口味，按周意。來不能是講秘製醬，我哋中間買水果，進口的水果，還有加糖，還有加添嗰啲買全部去做嘅。所以該去到唔就講出來。係是讓太多講嘅啦，應該當講全部講出來，係啊。是講那該到咧，他去到他符合咱上海嘅口味，他唔講魚頭是冇改良噶哈。飲啲都會成點用？冇改良噶哈，錢冇做，錢艱苦。像我哋張開始做啊，全部留台灣照抄噶哈過來。該一年就一年講是做96條啊，一年，要買年做點啊？剛才當豬頭，你該年68條，幾兩該年來，還就拿20條為折價券，還不給打折哦。係啊，打折後六該也是到96條。那一年上500多塊台幣而已哦。係啊，是冇法度啊。如果你做生意啦，全部沒有靠本地人這樣做的。冇靠本地人了嘛，如果全部靠台灣人做，該咩真難做？係啊，如果你張開家了嘛，生意冇講艱苦，我還得靠你台灣人。家是有幾個台灣人，該很感人，真的。他們張開家全部人了嘛，就該是當
当主题有汽车出来，其实蛮讲，今一礼拜就4亿年，用全部係啲台灣人啦，你冇買生意啦，然後捧場超人氣啊，該用公婆，加本用生來，看到你做事情請神忙，如果用生意按唔冇，其實介紹，係聽加落公家用嘅。cái công nghệ này mới ngả bằng cô nói gì là vì chỗ đấy là đi chuẩn bị bảo hiểm rồi hay không kỳ平常ทุก家鋪門咧人來然後聚餐床聽來不過你一邊親好嘅朋友哎呀是講他長啦咩因為你台灣也沒有天數人講出發就要靠朋友真嘅係啊在上海開餐廳都無簡單雖然上海人當很事前的美食行特別係新的東西古數啲友要當到現況出體面，無結構出倒體的店面，按樣嘅長久嘅經營真係太好門。除得靠台灣朋友嘅支持，好食又便宜嘅高 CP 值，老穩穩做嘅服務，真係泰國啲上海培育一條街打出名聲嘅原因。以前在上班的時候坐在辦公室裡面，但現在做服務業，邊都要去服務客人，那個心路歷程是怎麼樣的？其實台灣做天字應該沒是做家務啊，所以我這樣轉變就比較容易啦，還簡單啦，因為本來是喺接觸嗰種銀行咧，你是怎麼？對啊，大嫂覺得呢？我適應的還不錯啊，因為我之前工作其實也是業務助理嘛，所以對服務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概念，就是整個性格會調整的比較會忍耐啊。忍耐，以前對客戶跟這個一般消費者還是不一樣嘛。現在餐廳的話，因為什麼樣的人都會碰得到嘛，所以性格變好了。所以我們夫妻感情也變好了。感情也變好。對啊，性格變好，對，性格也變好了。對。而家張開始做個獨到某數據銀行的嘛，是會公干庫。這裡就是很多岳父岳母來這邊可以找對象的地方。怎麼這麼有趣？他是說我要有獨立婚房。對。下一位。你這下就不要對着我，鏡頭一放出女兒講我的。這裡講的也很多，臨時大了什麼鳥都有。張開始做個獨到某數據銀行的嘛，是會公干庫。如果做按多年，後面還好了，看按多嘅啊。人家心態是還好。都知道應該要怎麼應對進退。錯。係啊。那咩電影業的話，香港過幾年就可能過幾年有打算，可能想要回台灣，會不會覺得捨不得，或者是說有掛心啊，怎麼樣這樣子？咩唔會啦，我哋是講你下面要準備講炸開分店啊，開分店。今年就賺到錢了嘛，開家己店店，那都是係轉台灣搶人來啊，專門攞嚟顧店之後啦。問題係你講，我去到台灣帶客關啦，像我帶種嘛，乃至去到港澳啊。雖然講上海有嘛，機會較多，賺錢機會較多，問題幾呀有嘛，創業幾呀空氣啊，乜嘅生活環境確實冇安好。環境的條件當中無安好，所以講像今年一早做3年有冇有賺到錢？給那個裡面賺回來。那大嫂呢，會比較喜歡台灣的生活那邊這樣子？反正我在上海生活跟台灣生活也都不是我的故鄉，我覺得台灣生活相對起來比較好。然後爸媽也在那裡嘛，照顧老人也是有義務。像泰國今日他們老人講。分享董卓的故事，剛過黑這樣，感覺很正面，可以就是面對受以為事情，感覺你是一個 fighting 的個性的一個。哇，人生是要嘅啦，艱苦每一年，快樂每一年啦，係啊，要一種不小很多，所以你好好做你本分，上下快樂的事情之後，是很艱苦啊。就用快樂的精神去面對受以為事情，就冇安艱苦。係啊。我哋想喺海外創業。尤其係時時變化嘅上海，機會多，啥無咁簡單。除咗要有膽，要有色彩樂觀嘅心態，還要有正向嘅想法，然後調整自家嘅適應嘅能力，將做啲老困境轉做係前進嘅力頭。
看到两公婆伫点地都按用无限七彩的用的，加上实现梦想的当恋爱，祝福彭泰国两公婆做得一出行向世界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拜访组成一摆上海行的关键人物咯。Hello， 你是马润达吗？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就要麻烦你喽。不会。他咖啡堂的是啦哈。他也是。韩国民用手机软体啊，有联系一群客家人，用下来讲客家话。不说你就接我的联系来讲客家话样你懂有心呢？还可以啦。还可以啦哈。既然今边啊，老外有啲啊，看有一张懂传统的地方，也系一张用版的地方嘛。它是一个传统的市场，门口会有一些早餐，就是当地人吃的早餐。哦，那以前来上海，我就唔对什么嘅，大概就去便利商店买。我就去85度 C， 没重要。跟你老一生意年的呀，有嘛该有发现有一些开发新的东西有冇？你妈或是？有，还是有跟台湾差不多一样的那个葱油饼。这几家都早晨就差不多就是嘛该东西。我们去看看吧。你会不会看？会不会就有黑毛？哦，就带人家有去聊。好 ，OK。老板娘，我要一个梅干菜肉包。然后一个猪肉大葱馅饼，那我就吃这个。1分钟要不要等一会儿？平常都吃这个吗？所以这家还算蛮好的，蛮道地，蛮好的。这一块人都来这里，一般人都来这里，试试看这个。好，谢谢，这个我也蛮喜欢吃的。好，再谢谢。哦，很咸哦。它这个面皮啊，还蛮扎实的，里面的馅啊，它就是感觉油脂油水比较多。比较油对吗？然后它港饮跟梅菜干比起来用比较咸。这个比较咸。上海会比较偏咸偏甜一点。对，我觉得还好哎。真的吗？我喜欢这个口感。真的吗？还是他们想说早餐要吃得好一点，吃饱一点。是啊，早上要吃的像皇帝啊。像皇帝。中午吃的像平民，待会我们去当平民。晚上要奇怪怎么办？身體開朗嘅 Miranda， 因為外派來到上海有11年咧。2014年起時，就用手機嘅 APP 聯絡喺上海地區嘅客家鄉親，特贈嘢起飛100，本來冇認識嘅網友又搶下聯繫合法嘅機會。喺安不亞吃飯前，我哋就先談定佢來認識上海。所以我們現在坐的是2號線，對不對？嘿，這一條。嘿。不是说要调就会从西边到东边，对，就是从虹桥火车站可以直接坐到浦东的国际机场。哦，现在这2个机场都有飞台湾的那个航线。你呀，还会去人民广场呀？嘿，这边有3条线交接哈。对，这边的人流量有时候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70万。70万人次，所以在这边如果说要转地铁的话是非常拥挤。哦，好。这边过来的这几个站，像静安寺、南京西路、人民广场、南京东路、陆家嘴，这个都是上海非常热闹的，就是热闹的景点。哦，对的。不是坐一条就坐在去动到地方去了的啦。嘿，走对了，出发啦！好，走。一下已經有14條路線同踩上海地下鐵，去上海人當日就會坐一踩，單槍一日坐踩人次就會超過1000萬。面對咁複雜嘅路線 ，Miranda 講，請我記得1號行南德，2號通東西，4號繁盛店，按樣嘅口訣，就做得太鐵把上海地下鐵和上海地理嘅情形。今半夜，我哋就會坐韓國黃浦江嘅2號線。向下來感受一下上海的脈通哦。懂多癮了哦。嘿，懂多癮。套一句上海的用詞，你有談朋友了嗎？談朋友是什麼意思？談朋友就是有沒有女朋友。談朋友就是有沒有女朋友。對。哦。這裡就是很多岳父岳母來這邊，然後可以找對象的地方。怎麼這麼有趣？那我怎麼知道他們長怎麼樣子？有一些會有照片，然後爸媽會在後面，所以你可以直接先跟岳父岳母去面試。所以我就先看文字的敘述，安友。對。獨生女不要好了。
那这里应该不多，不多不多。这边以前还是一胎化，80年以后是一胎化。大学本科要独立婚房。所以他是说我要有独立婚房。对。下一位。要全部住黑呢？对呀。要给后边全部住黑。那来这里看这些的是想要找对象来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儿女来找对象。所以是用感应的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对。哦。哇，每个条件都写得很清楚，这个有附相片的。叔叔，你是帮你的女儿还是儿子找对象的？没有，我帮人家客户来找。帮人家？你帮他们看这个照顾的哦，这样啊。那我怎么知道我看不看的对眼？有没有照片还是？你看他的情况和他要求相符，再去和他们联系。哦，这样子。可是像他们这样条件都还很好啊，为什么还要来这个地方？这样跟比较媒合这样。他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比较急嘛，因为现在慢慢他们也比较观念也比较开放，可能也觉得说我这个年纪了，可能还不需要结婚。那可能有一些父母他可能觉得23岁、24岁、25岁就需要。希望他们能够踏入家庭，然后再去好好工作。快30岁了，在这边来讲算大龄，大龄女子。对，所以有一些就是父母背着子女过来这边帮他们。你爸爸妈妈怎样？就是父母来的，可是可能女儿不知道。相信国沿单枪的也边沿运通交流，讨论自然婚姻的素材。没想到生意会上到上海各地的家长来到也。形成上海特殊的现象，天天动漫结婚变做社会的主流，也爱对子女下后要大诞生就越来越少了。你这相机不要对着我，对着我镜头一放出女儿讲我的。我女儿是有头有脸的了，到了这里做过日本国际贸易理事会会长的翻译，所以她的日文应该不错了。一级，他复旦就是哇，那这么厉害的！他坐在市政府边上做翻译的。像我们这样摆摊的有吧？我们没有出来摆摊的，为什么呢？我们在家里，爸爸妈妈也是逼的，他也会有，也是逼的，也会有啦。但是就是嘴巴上说一说，但是不会给你那么大的压力。我们有压力，要看准了再结，看不准他就。我妈就说，结婚前眼睛睁大，结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国内离婚率很高很高。很高的，离过婚了就这里离过婚的人就没人要，没结婚的人没结婚的人都还没结婚，对呀，都还没结婚。已经有离过婚的人来，也有啦，也有。这里讲的也很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下雨怎么办啊？风雨无阻。风雨无阻啊！最近都下暴雨，天寒地冻都在这了，没办法。就这一个女儿。那之前有你满意的吗？我满意没用，没有用啊。对，要女儿满意。哦，还真以为吓到呢。阿某兄哦，这个状况会是这样子。看老人。嘿啊，而且不过说老实话，妹会吃到像哦，爸爸妈妈懂辛苦呢，给到礼拜6到礼拜日就来鸦片。其实上海人他们会比较希望嫁娶的都是上海人。哦，对，那现在应该是很多人现在都涌进上海嘛，所以变成说很多男生可能慢慢有娶一些外地人，但是女生因为希望能够回娘家，所以大部分还是希望能够找上海的家庭。对啊，刚刚看到一个妈妈，其实女儿条件都很好，可是她却很担心。是啊，我们就是跟她讲说，你其实应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啊，我想在家里都在哭啊，我为你每个礼拜来2天，然后每天8小时，比上班还累。对啊，看了其实是蛮心疼的哈。对啊，而且下雨天也是要过来。希望他们都可以找到好姻缘。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离开的人民广场，因为继续向东行，一出本应含咗有中华商业体系嘅南京路步行街，就喺头摆嘅10里洋场，短短嘅1.2公里，接近的人潮，还有众多百年历史嘅建筑。因为坐电当茶嘅穿过南京路，当场就转到1930年代嘅上海。除睇有头摆嘅光景，也还没有动到新的点嘅来到也。伫上海遵以新嘅法律，南京路向东行到面就係外灘了。哎，他懂兴奋，因为那刚刚昨天南京是个很多呀，
也就会爱谈。哎，你看个港剧有冇？龙巴龙岛，龙岛就会亚味。同你小姐下也爱谈迄种中版的地方。外滩就是一个有52栋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建筑物组成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一般人说我们去外滩其实就是去中山东一路。就会跟以前租界区，东还有外国使馆村。对，就是英法的那个租界区。对，现在大部分很多都是银行，比如说像这一栋就是盘古银行，像这个也是银行，上海的那个浦东银行。对。然后有海关大楼，然后就是每一栋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对。杭州呀，当中的北天一样用哎，我要同兴奋的哦。你有看到这个吗？哦，样牛哎。对，这个是跟那个纽约的那一头牛是同一个。嘿哦。对。就纽约跟曼哈顿金融中心那个。对的，对的，所以要好好的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我名那边。那个这个位置，你有没有想摸哪里？我没有呢。上面那边就是100。有很多嘛，在上海电视台。哇，这样看起来好小一只哦。明年我就留力8级的客家话。完了，这个完了。你话已经讲下嘢哦，哎，那有溜下来哦。这个位置你有没有想摸哪里？我没有呢。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地方特别光滑？都很光滑。这里吗？这里很光滑吗？这里很光滑。那你们名叫合乱的嘛？哎，合乱。这个应该不是名。静音。OK。我按你名。发财。为了发财，什么事都愿意做。这边其实，在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就是已经是那个东方的华尔街，然后他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能以中国的发展，他们也希望说，以后就是可以让人民币作为世界的货币流通，用人民币当作是流通的货币啊。对，就是不换美元换人民币。以是中国发展嘅样面，上海希望喺2026年前，做得由纽约、伦敦变做係國際生態金融中心。喺浦東嘅金融貿易區，一趟又一趟高天天嘅商業大樓，更提高嘅一隻城市嘅天際線，同時要顯示出上海嘅野性。接下來，人哋就會喺世界千個嘅觀光堂，我來看貴嘅上海了。待會你才會尖叫。上面那邊就是100層。哦，下邊就會幾隻孔。以前这个经贸你都只能够从下面看它，或者是有一些餐厅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就是黄浦江嘛，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夜景。对，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由上往下看它了。给很多嘛，在上海电视台，哇，这样看起来好小一只哦。对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目前是上海的第2高楼。第2高楼。对，第1高楼在旁边，对，隔壁。对，然后你看到东青处呢，而且要嘟嘟吼，可以看得到夕阳。对啊，就是非常的漂亮，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时间过来，然后就在这边待到晚上7点，然后就是那个万国建筑群开灯，然后就会非常的漂亮。跟来上海没按机会，做你讲起台湾人来上海的算是一个前辈按用的哈。从上海就改变就按家按台，你去给他待惯吗？我是待的蛮习惯，待蛮习惯的，对，待惯。所以你喜欢这种快速转变的一种城市，这样。其实你就是跟着这个快速转变去的节奏去往前走，其实你也不觉得它快。对，你可能只是会觉得说，哎，今天这边好像盖了一栋新的大楼，多了几条地铁。你可能知道的只是这些东西，世界都在变，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步调。我是觉得这些变化对我来讲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如果是年轻的刚到上海来工作的，我是觉得会比较辛苦。我希望说，
工作的条件要先谈好，就是你住的地方，可能你的薪水、你的福利都确定好了再过来。这边的物价其实非常的高，东高。那来这边之后，变成说，你如果每天在为了3餐烦恼，吃饭可能要算一下，哇，我这一餐只能吃个30块、50块，那你可能也心理上也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平衡。大概工作个几年，其实都会比较希望可以出去创业，因为上海北上广是1线城市嘛，那就算1线城市没有机会，其实2线城市、3线城市还有非常大的市场可以去开拓。我现在遇到非常多的就是过来的台湾年轻人都是过来创业的，而且他们的一些想法在上海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好。对，所以不管是来这边工作，或者是来这边创业的，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要先想好自己要的是什么，想清楚了再过来。應該講，而家上海就是全世界人就是想要來呀，对，想要來做生意，想要來做事，对然後大家的能力都很好，对，非常的好。对，因为光上海就有2300万的人口。对，所以上海等于人口就等于跟台湾相拥，人是最頂尖的人才都在。对，都在这里了。哇，你看那个太陽漸漸要下去了。对啊，是趕快來拍照。豐富講後的東西兩片，雖然係兩種完全無共樣的上海面貌，無論係浦西外灘排創嘅安國建築，也係浦東陸家嘴嘅現代高樓，就由下定上海一切嘅鬧熱落光榮。呢位團務嘅時節，天火點燭，上海又會本人唱不忘無真實嘅感覺。別想上海會本人安歡，就會因為也嘅撥不出嘅法律帶本人各種嘅陽氣啦。泰國最多咧。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嗨，大家好，唐人是人吼。唐人是他家就他家因为讲咩？这边的分类是这样，这边是熟练区，熟练区，客语8级，进阶班。对对对，然后这边是客语障碍4级啦，没有障碍4级，努力进阶级。对对对。跟来呀，召集大家来呀，要黑这样什么样的聚会啊？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性？对，我们现在就是群聚那个客家乡亲，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在这边可以一起讲客家话。客家就会讲客家话。对，讲客家话。跟唔係講客家話，用客家話嚟小機械。Hello。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拿嘛个东西？你有小抄？这是大抄了吧？这么大张，我妈特别交代，我妈拟的稿，我一定要帮她念一下，就是这样。你也太慎重了吧？就是应该也留一下。庆祝客家人。来上海生一年，生一年，看一下，让我看。生一年。生一年。哎，然後希望大家今日來參加，非常歡喜，耶！好了，還有一段呢，還有一段呢，後面這個很長哎。來，你們看一下，這就是那個。哇，有寫字咧，有啦，然後有講啊，講韓婷婷。唔過按你精神同好啊，唔可以因為啲上海爭有跟上工而來練習講客家話。一定要的啊，對啊，我就說嘛，明年好不好？明年鏡頭在哪裡？明年我就流利8級的客家話。完了，這個完了。你話已經講下啲嘢哦，人哋有啲下來哦。明年再依家，他就要用非常流利的客家話同媽媽講話。東江。東江。這個我老公都會。學習語言，親近嘅就會無環境，流唔咁快哉。故所 Miranda 希望做對為愛種大病嘅客人提供一隻練習客話嘅機會。8級到4級，試驗同開放，本台灣南北各地嘅客家腔就有機會來交流。Miranda 當然用手機嘅 APP， 用客話來同大家打嘴鼓，用示範鼓勵大家開嘴講客話，就係希望做對老母兒傳承下去。就會唔啲上海生意人呢哈，故說就會講，你用一隻機會可以看到很多的長輩。對。
就是可以听到长辈讲客家话，就会觉得很高兴。平常是按多年来就冇机会按用系冇。跟里面有讲到讲，就会你怎么会有从按用的使命感，想要老亚客家文化传承下去？我其实小时候的环境，就是家里的环境是很不错的。就是我说的不错，不是金钱上的不错，是家庭的感情是很好。客家感情很好。然后就是说，大家亲戚会全部都聚餐，坐在一起，不管聊什么，就是客家话嘛，就是小时候都客家话。其实我小时候也讲客家话的，那只是长大以后冇机会讲，冇机会的，因为长辈慢慢的就走了嘛，对，那走了家里聚会人也越来越少。阿公阿婆的哭很难看。不会。我要把话讲好。就是说阿公阿婆的亲戚朋友，大家来家里走的时候，就是说来拜访啊，来聊天，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长辈，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多年没有的感觉。跟人家有讲到讲，细细时节啦，有懂得长辈让我们讲客家话，或者是说公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位长辈特别影响你？我觉得影响我们所有的子孙最大的，应该就是我的祖父，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很正直，非常的正直。他是一个非常他小时候等于算是国家的榜样而已。他做事情不会说做的，就是说的比做的还多，就是都默默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包括对，因为我祖父以前在台东是水利会长，台东的那个世界客属总会台东的分会的创始会长。可是这样讲就是丢脸，结果我不会讲。怎么说？结果我客家话不好。对。那我会觉得说，他能做的，我很多东西我做不到。对，我相信能学到的，可能就是他给我们的性格。客家人有一句话叫做“宁迈祖先田，不忘祖先言”。对，帮祖先都没发。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能做的，可能客家传统去传承那一些，我们可能这么小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那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能够聚集一些客家人在一起，然后大家能够透过交流，然后让这一个客家话哈发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也是非常感谢能够真的拨空来参加的这些乡亲。今不2组，下一拜就要10组，好不好？好，冇問題。佢下一拜再來講，也嘅客家方面講得較好了。會。好，做得啦哈。做得好，加油哦。OK。加油。樂觀厝前嘅 Miranda， 老細時節對阿公嘅思念，變做係聯絡送去客家鄉親嘅通力。也本係上到正戲嗰度講嘅責任而一言，典型猜熟悉。阿公一生人嘅風格，就對 Miranda 一份封建嘅精神都完全表現出來。感謝 Miranda 留送去鄉親熱情嘅招待，另外一種有機會談到熟悉嘅客話，端正不本人吃到動講起，還有黏黏嘅溫暖。